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百花报沃土，艺术献人民。今天非常荣幸，我们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在省剧协的带领下，走进了我们中国戏曲的百戏之祖——南戏故里温州永嘉，跟永嘉的朋友们因戏相逢，因爱欢聚。今晚，爱和欢乐将是我们的主题。同时也希望我们优美典雅的越剧艺术和满台的热血青春，能陪伴大家度过一个愉快而又难忘的夜晚。好，亲爱的朋友们，下面就让一曲感天动地的《窦娥冤》为我们开启今晚的艺术之旅，请欣赏。
埋浮生恋，对看你嫁了蔡家儿，玉簪子红颜颜我金王脸，最可恨张家父子气得心，气得心啊！一张明案才公平。我声声响，心惊胆壮，顷刻间，一问先父升罗天，升罗天。天道上层从深渊，千生我林中山原现人间，你须菩萨红尘里起脚踏，一腔的血打翻天，五儿人惊恐一梦醒，从人翠转起脚踏落雨血漫漫，冰花更四面如山原，数次从此断灵团起脚踏，三阳原内何三年，还三年。为什么这天大的祈愿，天大的
梁山伯与祝英台之间的故事，一直被美誉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享誉世界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创作基因就来源于越剧《梁祝》。梁山伯与祝英台之间那段动人的爱情故事，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越剧观众。好，下面就请欣赏新版《梁祝》选段《18相送》。这
来拜堂，眼的月色越晃荡，两个鸾儿走拜堂。走吧。曾是我家小菊妹，彼此两兄可惜爱，九妹与你可相像，她平貌色相我应叹。泪流成
为救义兄的妻子免于被奸臣霸占，周人韩痛与妻子商议，要妻子代替嫂子嫁与贼人。奸真的周妻在刺杀奸臣未果之后自刎而死。因为忠诚信义而痛失爱妻的周人，却遭到了不明真相的仁兄及世人的非难和谩骂。满腹冤屈的周人飞奔至妻子坟前，痛诉思念和悔恨。请欣赏周人哭坟。最三，你这无情无义的小人！再三，你这卖油取用的奸臣！小人，奸臣！小人，奸臣！小人！你吞吐富贵，先扫去光！你枉有伤心吗？打死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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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错吗？这一生委屈生羞，为报身上，一气退扫，先于年草，我的眼气他吃他一层死吧！司机，我被终身所骂，终身拖打，欲拒难免，惨什么？
终生恨我北门起离，如今公讨生息，如今我这一身夫妻离太逃，将自己也已成功。当当，哈哈，当当，这当。你可知我生不死？之母，竟是你命令。多少夫人？多少夫人？多少夫人？我那求死的眼前。
心在爬山里，到夜晚我怎能跟烟长团全说就了三生一年，可是爱情是爱情。我的爱情呀，恨不得打开黄土与其同眠，与其同眠，风雪里，风雪里。
命吧！从梁无辜，传召这三方家婆，你为何不管？你为何不管？你为何不管？
陆商出了10个奇怪的统名，要张哭统依据此名为其哭统。这下可难坏了张哭统，幸好有聪明机灵的女儿九金姑娘为其父解开了其中的奥秘。剧中父女之间一问一答，妙趣横生。唱腔则体现出早期粤剧的声腔特点，富有浓郁的乡野气息。请欣赏九金姑娘选段《10只桶》。我先去睡一会儿。南京石家高门看12郎，十这同名将我难，同年也分没得在，我差一点嘛丢掉一副苦痛灯。哎呀！娘侬不要把情呀，十这同名遇上啊，怎么的？帮侬来请啊，帮侬写上变成花呀。怎么阿侬听懂？怎么能讲呢？他说到天亮要哭，天亮红。这是那清早起来的新娘，外遇那爱最有苦是拉痛啊！这是阿爹老板懂。我与神路牺牲黄昏那个梦，多人修暖都要用，这是一只西家痛。我与半夜的三更要进那个洞啊，暖房里的红线那痛啊，我懂啊。12老爷要哭与给父的洞，要哭与的个父给呀个痛。我该，你的我该是头腹痛，你要哭的那个痛，哭的不该是真痛，你还要哭爱夫妻洞，门弄阿暖懂不拉懂，夫妻洞双成对，谁是早干挑丝痛？哎呀就是同名真难懂，明朝将啊国军是哪个洞？一道城墙突通风土，地府的两对空，城里恶语气用真，家家户户开仓空前，军买马大换人的国王的所当中，三家六户多用计，10家人老虎红老红啊！哎呀，阿伦耶！哎呀！你就是透明要分来，明当时叫杨风通，千军万马是红酒，一只凤凰手当中，对公叫你面向苍空，一刀呀闹外遇一只鸡瓜拉个洞，一根黄灯水当中。你不通天拉个空，这上面一起手
因葬父卖身而落入风尘的皎桂英，救了昏倒在雪地里的落魄书生王奎，每日精心照料，后与之结为夫妻。王奎赴京赶考前，夫妻二人来到海神庙盟誓，互不负心。此后，皎桂英日盼夜想地等待着王奎的音讯，可她万万没想到，1年之后，自己等来的竟是高中状元的王奎差人送来的一纸休书。桂英悲愤欲绝，飞奔至海神庙，向海神爷哭诉自己的不幸。
怎么？我咳嗽了半天，你一点都不理我。难道你忘了那天我与王奎这次闷死吗？判官爷，判官爷！那天我与王奎再次梦死，你都看到了吧？你就为我再害上一笔钱，叫我省心吧。怎么你也不理我？那天不是你与小鬼哥哥为我找钱赚的吗？小鬼哥哥，小鬼哥哥，你们都不理我。我明白了，如今的王奎逼不得已些，他中了状元，是天子的门上又是丞相的女婿，你们都怕他，你们都怕他，你们都怕他。
俺不请我家归隐，四个烟花女子，难道我就应该是别人的妻妇吗？爱歌选自朝鲜名剧《春香传》，它以载歌载舞的形式向我们讲述了美貌善良而又出身卑微的春香和两班之子李梦龙之间的爱情故事。剧中那富有鲜明动力的朝鲜舞蹈，就像一抹亮丽的风景，向我们展现出浓浓的异国风情。请欣赏《春香传》选段《爱歌》。丞相，你听，这正是在亲了我们呢。这正是在亲了我们。我们何不定过8年之约？ 8年之约。 8年以后，你我到边走。边走什么？丞相一边那
算命是传统越剧何文秀中的精彩一则，唱腔旋律优美，朗朗上口。剧中何文秀自己给自己算命的这个戏剧设定和富有喜剧色彩的舞台呈现，深受广大越剧观众们的喜爱，也令算命成为越剧舞台上久演不衰的经典剧目。好，亲爱的朋友们，最后要请大家欣赏的就是何文秀选段《算命》。
起泪出了城，要劝慰母亲王兰英，大步走把水中打，双棍气势写分明，姐姐引泪不能停。九里上院叫孙明，此次会想孙明啊！耳听有人叫孙明，想起我关人，不管他平少了谁想。为什么青春年少去丧了命？哎呀，丧了命啊！看来年少难负责，看来生死早知听。吉凶祸福能了定，算得真累在腹前，算不真累不要命。先生是曾算得灵，请开万生算一命。家道贫穷实难度，哪有人前来算命？我这里声声叫算命，不见杨家与动静，难道来必听见？难道家中富有人？哦，想起了杨家家道贫，莫非是富有人前来算命？我本是金谷出来的王先生，得到黑名的杨阳明，大户人家叫算命，民间有时不良民，中等人家叫算命，对做对办对点心，贫穷人家叫算命，不要银子多好分。倘若家中有小儿，先生还要送礼金，到去中月24分，送去小儿马高兴。先生是我真奇人，句句当动我来人心。就算是穷生算命不要命，万事请他算一命，待我上前启闸门。这是快想死命啊！想起了我是青春手挂呀身，看啥先生年纪轻，这流言蜚语我更难听。声声高叫夫人听，高叫文生心不宁，难道今日须自意？放声这叫各位听，我的算命比别人，冤枉大夫也算得
情。长波在黑人们还是头一次来，妈妈一定认错了。妈妈，认错人啦？认错人啦？哦，认错人啦，认错人啦！定金啊，来！哦，定金啊，侬快去倒杯酒来哦！啊！哦，先生，侬请坐，请坐。好。妈妈，哦，来，先生，侬请吃酒，请吃酒。哦，多谢妈妈。妈妈，不知你要生的是男名还是女名？男名，请报时辰8时。妈妈，你快说呀！哎呦，我又不晓得。哦，先生，侬说说，我去问来，我去问来。好。妈妈，丁卯年，癸卯月，丙申日，辛卯时。哦，晓得在哦。妈妈，去。先生，我问来啦，丁卯年，癸卯月，丁金啊，丙啥？我也不晓得个咯。先生，侬再说说，我再去问来。丙申日，辛卯时。这个陪我算来。时辰8时8分明，论水要算自己命，一人的路不为算，自己的命儿算认真。先生，侬说。好。先生，侬可要老老实实、强细的帮我算来。你要是算不成啊，我就当了你的。走呗。妈妈，我也不管家孩儿不奉承，
早明厕所，妈妈听到。哎呦，花哥，坐上轮椅，21名里规定10种生，他祖上家人先无分，四里长江唱先生。出身原是官家子，父母给他上上阵，上有兄妹小弟，他是无罪无美不一生。对个，一走2岁两娃抱，3走4岁离两生，5走6岁入关口，7岁8岁上有门，9岁10岁也文出关，11、12到安营。12算到17岁，哎呀，妈妈，做啥？17岁上学最新？啥个最新啊17岁名满天歌星，呼风起浪三车声，朝中见证泪残痕，给他进家一门门，只有子民能保守，他是穷苦落怕去飘零，可比哈子不足求啊，破乱不当先盘分，引得红鸾喜心脏，无功所女4人里，女性花季她先进，她是一娃几万几两银。哎呀，对个，先生，侬算过我闺女儿讲得来是一点拉不错。啊，妈妈，对不起，先生。哦，侬说，那么后来呢？对我算来，17算到18岁，哎呀，妈妈，哎呀！先生，侬说18岁遇逢大难心，老人自醉飞泪红，生命官司大在身，民万小人万相恨，手却混乱民难成。我那秋实的官司啊！
好啊！哎，是玩好。那个我，你啊洗出来玩好的出来。盈亏与我贵人心，贵人相聚这重逢。说真的，十八古曲19层，我专情路交好聚。今年正当21，金榜得中做公卿，我下夫妻可相为。后金从我得欢喜。先生说个中听，路边乱草红贴身，我女婿死了3年整，哪有生死再复生？那怎么可真好？妈，你们需要不相信，我子命顺累一定准。他命中实在不该死，我下凡在世上真等人。妈妈，不知里面谁在低哭？是我个乖女儿。听她哭得伤心，莫非有何冤之事？哎呀，是个呀，先生，我老实同你说了吧。刚才生个难民是我个乖女婿，冤枉死了，已经3年了。既有冤枉，因我不去申冤，告偿你。我的高sang到年方，提起高sang我气压上，母女几次去喊冤，男的张堂全是打，我是冤呀父呀全告别，都是一等板子断出呀。那就真我好。哎呀，先生，我叫俺到啥个地方去告你？妈，我一路迎来听人讲，越为新生新官测金榜，明日就可到黑你，你们官员内见去告偿。那个猫儿不退婚，那个官府不团账，只恐他官员的班子更厉害。他为官清正一朝堂，铁面无私不殉情，你们去告状，一定能够伸冤枉。先生，听侬讲起来，那新儿大生一定是个清官咯。是啊。这个我是要去试试看嘞。妈妈，我们去试试看。哎呀，定金哎，这是到哪里去下场？下场我为谢呀。啊，先生为下场？为谢。那么去先生替俺下场。好。定金哎，快去把纸笔眼毛抖出来。不用，我这里有啊。先生有个定金哎，快去先生摸摸
名不是已经算出来了？对，三层楼诉冤情，四里长街去龙吟，四写长字四生分，名字里听教册字和法令。仗义写好，妈妈请客。好。我老大婆说是个，定金啊，侬快拿去把那几块，晓得对不对啊？先生，那新安大生一定是个清官，亲是谁，名是金，当真是铁面无私的。妈妈放心便是。要是这趟仗子搞成，我女婿生了冤枉，我老太婆的好个家乡妈妈，好个吓侬嘞！妈妈，说啥？妈妈，来姐姐说，场子写得很好。好个，今天晚上我们家没钱，那这里上这副帖子去宋家先生吧。哎呀，到底是我闺女儿想得最大。先生，我家道平稳，没人情相送，喏，这里上儿子就送给先生，表表心意。妈妈不用客气，拿去。我有。哎呦，拿去！多谢妈妈。好伤在，先生，孩子跌落在。妈妈，下次我生下一只，还有一只便留在这里。这啥？是下次曾对夫妻相会。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戏相逢，浙江省剧协戏曲会明行永嘉站。